由數十個三藩市亞太裔組織組成嘅亞太議會喺星期四晚舉行社區活動慶祝，表揚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多年嚟對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同埋夏威夷原住民社區嘅支持同埋合作。活動吸引咗過百名亞太裔社區領袖、非營利機構代表同埋民選官員出席，包括加州眾議員楊慈瑪、三藩市市長羅偉、市參事會主席萬達文、第3區市參事利爾德同埋第11區市參事陳小燕等等，共同回顧佩洛西多年嚟同三藩市亞太裔社區建立嘅合作關係。I have learned from this community over time about immigration.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mmunity was the most effective force for immigration improvements in immigration law, and not only in law, but in people's lives. 三藩市亞太議會表示，佩洛西多年嚟持續關注亞太裔社區面對嘅住房、醫療同埋仇恨犯罪等等嘅議題。疫情期間亦都曾經到訪華埠，並且支持相關反仇恨犯罪立法同埋社會資源。亞太議會執行總監黃嘉麗表示，佩洛西多年嚟持續傾聽社區聲音，並且以實際嘅行動支持亞太裔社區同埋基層服務組織。主辦方亦都指出，三藩市擁有全美其中一個最大嘅亞太裔人口群體，喺面對生活成本上升、醫療資源同埋社區安全等等嘅挑戰底下，社區同埋民選官員之間嘅持續合作尤其重要。活動除咗向佩洛西致敬之外，亦都希望向亞太裔社區傳達出佢哋嘅聲音係受到重視嘅訊息。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導。